香港是霸王级的寒流发挥威力，除了高山来落雪，平地原来是有够冷的冷。上低温伫新北市的5股4度7，桃园新竹甲苗栗嘛只有6度。气象局针对全台湾22个县市，继续来发布着低温特报，一直到明仔早起，气温拢也是偏低。若高山的落雪，离到这个尾暗打来，就会转大冷，落雪几率嘛愈来愈低。第7度的低温徛伫工程车修理厂顶，同款的第7度的低温伫外口做工课的工程人员，敢若会使穿雨袜。台北市区出现7度的低温，各地气象测站嘛拢创下热冬以来的上低温。那在新北市的五股也观测到大概4.7度的一个低温。今天的清晨到明天清晨其实是一个温度持续偏低的状况。那要到明天白天开始转为比较干冷的形态之后的话，温度才会稍微回升一些，不过感受仍然相当的一个寒冷。全台湾22个县市全部拢伫低温特报的范围，真冷的感觉色灯号就包括北中南东17个县市，上低温10度以下黄色灯号是伫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台东和澎湖。上强的寒流果然伫拜四暗时，互北部到中部的山区拢落雪。其实今天白天来讲的话，北部的部分还是下雪的几率比较高一些啦。那中部的高山的话，就要看这个水汽通过的跟温度的配合的情况怎么样。那以目前为止啦，大概是在桃园以北到东北部地区的话，目前这边水汽是比较多的，下雪的几率稍微高一点。虽然拜五暗时开始落雪几率会变低，不过寒流也未走，北部依然有4度到6度的低温，中部和东北部大约6度到7度，南部、东南部是8度到10度。所来后一波接近寒流的冷空气，佫会伫后礼拜一出现，温度真低，水汽嘛真济，敢会佫落雪。气象局特别讲，伫中部以北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也是会使期待。